桃园市客家事务局办理2015桃园客家美食大赏，用乡式组合来做主题，我来发展桃园市的客家传统产业，民族每天也味道、传统同创新都有的客家文化表演。参加客家美食竞赛家庭拿出好手艺，到料理台上变手样。除了比赛，台下还有当多客家美食同艺品摊，安尼安排本店家还有2日老街路的民众做下讲，使得更加了解客家文化的精彩。其实也各个摊位把他们客家的方面的展示出来，然后让不是客家人的人都比较明白客家有哪些东西。有機會咪去發展啊，國泰啊，錯嘛？咩冇永遠冇流失啦。主辦客家美食大賞的桃園市客家事務局局長張傑安講，是係真重要嘅，說明社會對日本人生活的重要性，國家講出無分文化同族群的特點。主要嘅目的就希望將客家美食、客家料理一隻產業，做得本行客多嘅民眾做得了解，都同時做得分享。桃園市康務局希望透過第一擺嘅客家美食大賞，讓民眾使得了解，靠年經過時代遷徙，還有改變了後，累積出來嘅料理智慧，再由落向客家美食，塑造客家料理嘅概念，同客家文化嘅침투同共吐，小解本國較多對客家食材有興趣嘅民眾。客家新聞羅安泰桃園報道。